匈牙利的隔壁就是乌克兰，但是自从俄乌战争发生到今，已经有超过400万的乌克兰难民软过匈牙利，走去其他的国家。这当中也有3万多人是伫匈牙利申请临时的保护，但是一个人要伫外国徛起，本正就是真困难的代志。所以新闻要带大家来看，当地有一个人道组织 HIA， 因是安怎帮助这些难民渡过难关。 一个囡仔徛做伙，对老师一边跳舞一边唱歌。这是匈牙利当地的人道救援组织 HIA 所成立的乌克兰难民囡仔幼稚园。幼稚园成立到达1年左右，目前有35个点伫匈牙利的乌克蘭難民囡仔伫遮學習。 Музична терапія одна із базових потреб для них зараз, тому що це допомагає їм заспокоїтись, довіритись. Дуже вони полюбляють музичні заняття. 記者今日喺匈牙利上大嘅國際宗教人道救援組織 HIA， 因是幫助這烏克蘭嘅難民，因為真濟烏克蘭嘅難民，尤其是囡仔會拄到語言，也是融入社會等等嘅問題，所以因也提供語言嘅教學服務，提供予這群難民一寡幫助。到達已經有超過400萬烏克蘭難民經過匈牙利離開烏克蘭，有3萬5千人喺匈牙利申請臨時保護身份。 但是匈牙利的語言、文化等等，攏參因無相同，生活是拄到這問題。Egyrészről igen, másrésztről az alapvető szükségleteiknek az ellátása, a szállás, az élelmiszer, illetve a szociális segítés az integrációhoz. Мы приходим сюда за общением, юридическая консультация. Чтобы спросить, то есть медицинские какие-то услуги. HIA 表示，因目前已經幫助700個的烏克蘭家庭生活，為食食、法律、醫療、教育這寡方面提供幫助。但是 HIA 也拄到這挑戰，親像中心本身無法度提供處方藥啊，佮有通互這寡難民住的空間也無濟，所以落來會透過參其他組織合作等等方式，豆豆找出路。記者顧問張俊堯、張玉水報道為書報道。